一部国漫为什么要制作7年配音5年才能上映？为了将中国的传统水墨风融入现代国漫，他们甚至研发出了粒子水墨动画技术，绝对的全球首创。曾导演《大圣归来》的田晓鹏，历时7年，带领团队不计成本的创新，为呈现心目中完美的国漫，每一个镜头都需要20亿以上的粒子数量，近千种色彩和3个月的钻研，再加上导演一点点的投放，就连最简单的动作参考，都需要工作人员全情投入的爬一遍。在制作技术上，深海可谓是集齐了动画中最难的要素：毛茸茸的海獭、摇晃的小肚腩，以及在海水中流动变换的脸庞和超越真人的皮肤质感。如此苛刻的团队，自然不会辜负观众。即使他们一夜要嚼3杯冰块提神，即使因为房屋漏水，让存有7年动画资料的40台高配电脑全部进水，他们也没有放弃。这是代价，你想做不一样，我觉得这不算什么。没有技巧，全是真心。深海让世界重新看见中国动画。